我入電影圈拍第一部電影，我瞓撚着咗覺，因為我仲要兼顧埋電視台嘅工作。之後佢仲要一日拍30幾個鐘，有一晚攰喺度瞓撚着咗，有個打燈整撚醒咗我。佢係玩完㗎啦，香港電影咁。可唔好掛我啱啱第一部啫喎，唔好咁好喎咁樣。咁撈下撈下有一部，撈下又有一部咁樣。憑住我喺電台個影響力，越嚟越多人揾我。我由第一部戲budget低撚到現場冇收音，嗰部菲林機會響嘅，你拍撚過未啊？跟住到我拍《九龍冰室》，馬楚成導演啊，大導演大攝影機咁閪大部㗎。喂，到我拍《無間道》，企喺我隔離嗰個係我畢生嘅偶像啊，新紮師兄啊，大佬！我拍《無間道》嗰陣已經一皮一日啦。拍撚完之後，我100萬一部戲啊！講日新呢啲咁嘅戲，我一年拍幾部啊？起碼都10部8部啦！唔撚撈點啊？商台都係有段時間冇翻啦，走咗去拍戲。余真叫我翻去做先翻去啫嘛，佢唔影響你拍戲，你照拍啦，攞假啫嘛咁樣，幫下手諗下。你唔理我，即係電影圈又冇咗你唔得咁，部戲都要有你嘅。即係最慘嗰啲主角中意嘛，個個都愛我就好喎，因為有個喜劇作用喺度嘛，你部戲咪唔使咁悶咯。呢啲好少有㗎。我之前係咪李燦森啊？再之前係咪陳小春啊？我之後係邊個？你講唔講到啊？即係我有時見到都好笑，即係 haters gonna hate，即係杜汶澤只不過個茄喱啡嚟啫嘛，你可以咁講，但係你又做俾我睇啊！